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期嘅報道㗎。英國倫敦咧就發生嚴重嘅連續性侵同埋謀殺案件㗎。一名40歲嘅男被告多年嚟橫行喺倫敦地鐵同埋街頭犯下多宗嘅性侵罪行。呢一度咁樣講去全世界邊一度咧都會有多多少少嘅一啲治安問題性侵又好點都好，係咪？唔係話特登講點樣英國倫敦，但係咧令人震驚嘅係呢個 case 當地嘅警方同埋檢控部門同埋法庭喺調查期間多次批准嗰個犯人保釋㗎，導致嗰個犯人咧係一邊喺度保釋，一邊繼續犯罪㗎。最終演變成2宗謀殺案同埋1宗嚴重強姦案。案件咧喺當地嘅中央刑事法院宣判。法官就話嗰個犯人對性侵同埋犯罪係有病態式嘅迷戀㗎，即係話咧佢應該係對嗰啲犯罪性侵係上癮嘅咁上下啲意思係咪？判佢咧係終身監禁令㗎，即係話咧佢將會喺監獄當中度過餘生永遠唔會放出嚟㗎啦。而報道咧亦都有講到受害者嘅家屬喺現場控訴㗎。其中一名嘅受害人士叫做雪莉喺去年嘅8月不幸遇害。佢嘅母親就喺法庭發表受害者影響聲明嘅時候流住眼淚向被告話：雪莉失去咗生命，但係我哋相信佢拯救咗無數婦女免受於你嘅殘害㗎。佢終結咗你繼續傷害其他人嘅機會㗎。報道仲講到記錄所顯示，嗰名男子喺2018至到2025年間係至少涉及13宗嘅性侵案件㗎。佢喺保釋期間仍然多次喺地鐵擠擁車廂入面伸出惡魔之手，更加因為死因未明以及行政延誤而獲得多次嘅保釋㗎。直接導致之後嘅悲劇發生。事件引發當地嘅保障婦女團體強烈不滿，鬧當地嘅刑事司法系統全面崩潰，要求要檢討警方同埋司法體系嘅嚴重失職咁話㗎。對於呢一則嘅貼文網上留言區嘅輿論呈現出高度一致嘅憤慨，對英國司法制度嘅強烈不信任，以及對現行政體同埋社會治安嘅悲觀態度㗎。一方面好多網民就認為被告喺多次犯罪之後仍然獲批准保釋，係導致後續命案發生嘅直接原因嚟㗎。當中有留言就要求對當初批准保釋嘅嗰啲法官進行追責或者係連帶處罰咁話㗎。對於呢個點咧，我自己唔認同即係我嘅理解係咁，嗰個法官都係跟翻當地嘅嗰啲規則去做嘅啫嘛。依家佢嘅規則係分析完係放，咁佢咪就係執行嘅啫嘛。最主要係嗰一套規則嘛，係嘛，或者叫體制啊嘛。呢一個先至係重點啊嘛，冇理由即係個法官其實負責執行嘅啫嘛，係啦。另一方面留言仲頻繁出現左岩、左膠等等嘅詞彙㗎，係咩意思呢？其實係想批評英國社會受到過度保護少數族裔或者係一啲政治正確嘅思潮所影響㗎，導致法律喺面對特定背景嘅罪犯嘅時候執法軟弱。有網民仲質疑當前嘅體系對有色人種係過於包容㗎，甚至喺量刑同埋監管上出現唔公平㗎。另外亦都有網民指出依家就話呢個罪人咧係會終身監禁，但事實都係有可能提早釋放㗎。多位網民就提及英國目前咧仲面臨監獄爆棚嘅情況㗎。諷刺工黨政府隨時可能借由監獄不足為由，將啲罪犯提早釋放都有可能㗎。另外，亦都質疑政府點解要耗費公共財政去終身供養呢啲罪大惡極嘅罪犯㗎。甚至建議要效仿薩爾瓦多模式或者係外判監獄㗎。
嗱，外判監獄咧，固之然可能係即係判去第二個國家，咁嗰啲用嘅錢咧平好多係一種可能性啦。咁嗰個薩爾瓦多模式又係咩意思咧？又有一套講法嘅，最主要嘅特徵係咩咧？建設一啲超級巨型嘅監獄，監獄入面咧生活係極其嚴苛噶。囚犯咧被剃光頭，着白色短褲，集中關押喺大型鐵籠牢房當中，冇床墊，生活空間極少，戒備森嚴等等呢啲特色噶。大家又覺得如果呢啲發達國家面臨呢個監獄爆棚嘅情況，又有乜嘢好嘅解決方法呢？好啦，再下一則嘅消息噶，英國難民嘅安置政策再次引發爭議噶。根據每日郵報分析，英國嘅內政部數據所顯示目前全英國一共有17個地方政府區域係完全冇收容由政府資助嘅申請庇護者㗎。呢一啲零難民地區，大多數仲要係一啲環境優美嘅鄉郊景點，以及一啲中產社區。例如新森林、科斯沃、蘇格蘭高地等等。然而英國首相近日就強調，全國各區咧都需要承擔責任咁話㗎。承諾唔會再將啲難民集中喺最貧困嘅社區㗎，計劃將難民分流去到更多富裕以及中產嘅地區。呢個行為隨即引嚟保守黨嘅強烈反彈，批評政府意圖向中產階級進行懲罰性嘅打壓咁話㗎。而收容嘅爭議焦點之一位於牛津郡一個人口只有400人左右嘅一條村落而政府咧就諗住利用鄰近嘅舊軍事基地收容多達1250名嘅男性難民㗎。由於難民人數達到當地居民嘅3倍引起極大嘅恐慌同埋不滿㗎。居民更加發起象徵性嘅公投，決定是否要脫離英國咁話，以示抗議而邊境事務官員就辯稱話，將啲難民集中喺舊軍事基地或者係一啲舊嘅工業區等等嘅設施係比起安排入住酒店更加能夠節省成本，而且咧又方便管理㗎。但係隨着非法入境人數持續上升，難民資源分配問題已經成為英國社會同埋政壇嘅新一波焦點㗎。針對呢一則嘅貼文留言區就有人反對呢一種分散式嘅安置㗎。質疑傳統難民營就係為咗集中管理同埋遣返㗎，依家咧打散去全國各區嘅呢個住宅區，根本就係本末倒置，冇辦法做到有效嘅監管㗎。有留言更加極端擔憂，大量嘅男性難民湧入一個小村莊，依家咧係400人嘅一個村莊，接收1250人。會導致嗰個社區被伊斯蘭化，甚至會實行伊斯蘭教法咁話。形容依家猶如將嗰個社區變成咗反向殖民地。在另一方面有啲網民就諷刺過一啲當初投票支持工黨嘅中產階級，依家係自食其果，求仁得仁㗎。認為佢哋以前企喺道德高地，話要支持大愛、支持包容，但依家難民真正分流到自己屋企後院，先至開始恐慌咁話㗎。亦都有批評聲音話左派政策有如假聖母播毒只會加稅，令到納稅人去養難民，並且損害原本平靜嘅鄉村同埋優質社區㗎。好啦，今集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到最後。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同埋訂閱，我哋下集再見，拜拜。